你撐唔撐粵語啊？你聽唔聽粵語歌噶？你知唔知粵語歌係點樣填詞噶？今日呢條視頻絕對值得你收藏啊！而家網上面有好多填詞錯誤嘅散裝粵語歌，係因為填詞人佢唔知道粵語歌填詞要保證讀出嚟埋唱出嚟嘅音調一致，即係要啱音。好多朋友問我，你係點樣填啲歌詞咁順口嘅呢？今日我就為大家科普下正宗嘅粵語歌填詞方法，即係0243填詞法則。粵語有好多唔同地方嘅口音，我哋填詞一般係用廣州話嘅9聲6調作為基準嘅。香港嘅經典粵語歌呢，都係用廣州話填詞噶。粵語嘅6個調分別係6個數字嘅讀音調，即係394052。咁啊，漢字口訣就係番茄醬牛腩麵。咁將394052從低音讀到高音，感受下就係025493。大家感受一下，係咪好似音樂嘅音階啊？025493。將呢6個數字呢，簡化成4個音區，即係0243啦。0就係低音，2就係中音，4同埋5係中高音，9同埋3係高音。我哋用02434個數字呢，就可以填晒所有嘅音樂旋律噶啦。舉個例子啦，經典嘅兒歌《小星星》啊，一閃一閃亮晶晶，哆哆嗦嗦啦啦嗦。如果要填粵語歌詞嘅話呢，你就要用0243呢4個數字同埋呢個旋律做一個啱音嘅匹配打稿啦。哆哆嗦嗦啦啦嗦，最順口嘅匹配就係0044334，呢個匹配係唯一嘅。如果你唱成33004442或者係442200，咁啊肯定錯噶啦，一聽就係尷尬唔啱音啦。啱音嘅匹配就只能夠係0044334。咁有咗0044334呢個草稿之後呢，咁我哋就要揾同埋呢幾個數字讀音調一致嘅字填落去啦。咁啊，其中4個地方可以填4或者5，3個地方可以填9或者3。所以咧可以咁樣填，例如填詞我要好準確，求求你去揸摩托。嗱，聽起身咪好順口呢？講到呢度，你有冇諗起林子祥嘅一首歌《數字人生》啊？冇錯，呢首歌咧可以話係粵語歌填詞嘅示範啊！將數字嘅音調同埋音樂嘅音調匹配，一理通百理明啦。所以你而家明白啦，點解有啲歌呢？例如《狂野之城》，點解要唱26夜，熱力再四射？點解要唱26夜，唔係36、46夜呢？咁啊，因為要對應到呢個音樂旋律，就只能夠唱26。咁又有朋友問啦，點先知道啲漢字嘅讀音調對應邊啲數字呢？嗱，呢樣嘢我就教唔到大家啦。呢樣嘢咧真係要靠大家自己鍛煉自己嘅音感啦。我平時就經常做呢方面嘅訓練嘅。平時我見到啲漢字呢，我就會即刻去諗呢漢字對應咩數字。例如招積量噔噔噔對應就係332，小視頻等等等對應嘅就係920，粵語對應嘅就係25，我愛你等等等對應嘅就係545。大家不妨而家就諗下你哋自己個網名粵語應該對應咩數字，由評論區話我知啊，我睇下你對應得啱唔啱，就知道你有冇音感噶啦。講到呢度又回答下其他朋友嘅問題啦，係唔係經典嘅粵語歌就可以做到完全嘅啱音呢？其實都唔係嘅。例如風繼續吹啦，仲有一句流住眼內每滴淚，為何仍斷續流默默碎。嗱，呢個默默碎就好明顯唔啱音啦，因為呢句歌詞最後嘅3個字嘅旋律應該係為何仍斷續流334，應該係334先係啱音，但係默默碎3個字對應嘅係220，所以聽起身咪唔順耳咯。類似嘅情況仲有王菲嘅約定副歌第一句忘掉天地啊，忘掉天地唱咗忘掉天地。由此可見粵語填詞非常之困難，即使係經典嘅粵語歌都唔一定做到100%啱音，一樣會有唔順口嘅情況出現。所以有啲識少少扮代表嘅朋友成日喺我啲作品下邊評論就話啊，呢個地方填個漢字唔好啊，應該用個體字，呢個地方用個瑞字唔夠地道啊，應該用個訓字。喂大佬啊，你建議嗰啲字根本就唔啱音啊嘛，對唔上旋律啊嘛，你而家明未啊？所以你而家知道粵語填詞幾咁困難嘛？又要字字啱音，又要意思通順。有朋友問我，你識填詞點解要做改編？有冇原創？其實係有嘅。網上面有隻傳唱度比較高嘅粵語歌啦，就係黃子興唱嘅《方知你好》，其實就係我嘅填詞啦。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做改編係因為我想俾大家感受下粵語歌填詞嘅奧妙，同埋佢同生活結合嘅魅力。最後留個作業俾大家，大家聽下呢段旋律。如果要將佢用粵語嘅數字嚟填詞嘅話，應該點填呢？大家評論話我知啊！如果覺得今期視頻好有意義嘅話咧，大家點個讚啦，轉發俾你朋友睇。記住撐招積，撐粵語。